如果有个人愿意代替如烟姐姐守护你，代替林墨姐姐照顾你，你愿意接受吗？在金葛部落的时候，林墨姐姐给你做过同样的点心，想要唤醒你的记忆。我看你很爱吃，所以就给你做了一些。这个是我们青葛部落的护身符，你把它带在身上，让它保佑你平平安安。世事难料，好好的一个暮雪，说没就没了。昨天他还在跟我们说话，没想到今天就离开人世了。看到暮雪这样，我才明白，当你有什么话要说，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抓紧机会。世事无常，这句话说的果然没错。暮雪人这么好，我真的为她感到难过。我还以为无情跟暮雪会成为一对，没想到才刚刚开始就……世事难料，一切事情冥冥之中自有主宰，谁都改变不了。走吧。如烟的死，对无情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和伤害。他好不容易从伤痛中走出来，我以为他会跟暮雪重新开始，没想到他从一个深渊走进了另外一个深渊。无情总是把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，真不懂，他是喜欢这种滋味，还是真的摆脱不了啊？无情这个人呢，天生重情，而且多愁善感。我记得我们刚当捕快的时候，有一次追命跟他开玩笑，在案发现场假装死了。无情信以为真，竟然抱着追命大哭起来。我们都被他的反应吓到了，所以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人敢跟他开这种玩笑。以无情这样的个性，根本就不适合当捕快。为什么？当捕快就是要不分昼夜，奔波劳累，常常面对生与死。像现在暮雪死了，无情马上坠入痛苦的深渊。如果他身边的人又死了，该怎么办？这会让他永远生活在痛苦的深渊里。当捕快，除暴安良，一直是他的理想。如烟死了，暮雪现在也死了，还有谁能改变他的生涯呢？感情的事情，对无情来说总是迟了一步。他来的时候，无情不知道好好把握。等到他想把握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真希望无情可以拿得起放得下，这样他就不会永远活在痛苦里。感情这种事情，又有谁能潇洒面对呢？那你可以吗？如果我不可以，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真希望无情会像你一样，懂得珍惜现在跟把握现在。如果他像你一样，就不会失去那么多，有这么多遗憾了。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是最痛苦的。不知道无情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次的深渊。你想找牢房所在，然后就处林墨离开明幽山庄。不妨告诉你，这明幽山庄
位处山崖之上，四周丛林密布，布局精巧。这牢房处于山庄最隐蔽的地方，没人给你带路，你根本不可能找到。季瑶花，我知道我求你也没用，知道就好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林墨离开这里。你等着。母亲，暮雪已经走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眼前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这个时候不能太过感情用事。冷血跟林墨失踪了，追明一整天都没有回来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很棘手的问题。你在听我说话吗？我们认识那么多年，每次只要遇到感情的事情，你总是拿得起，但永远都放不下。如烟如此，暮雪还是如此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啊？失去暮雪，我跟依依都很难过，但难过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啊。难道你每天拿着这串珠子思念暮雪，她就会死而复生吗？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。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是白说。你就活在自己的回忆里，什么都不管吧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你对我恨之入骨，你恨不得一刀杀了我。可我求求你，放了冷大哥吧。你认为我会答应你吗？你若答应我的话，我就任凭你处置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这叫沉睡丹。你吃了之后，整个人就会昏睡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吃。你这个女魔头！丹药已经吃了，待药力发作，你整个人就会在这里昏睡。冷血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很心痛。既然丹药我都已经吃了，咱们俩以后就互不相欠。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冷大哥，让他离开。想不到四大名捕只剩下2个人，找了半天都没有追命的消息。他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相信追命没有那么容易被安世耿抓走的。如果没有被抓的话，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他可是追命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冷血和李默失踪了，追命一整天都没回来。本来很担心冷血和黎墨，现在加上追命，又多了一份担心。4大名捕，名震江湖。为什么现在会变得这么束手无策？
以前无情是最冷静、最有主意的，现在连他也……他因为暮雪的事情伤心难过，你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。不如我们去找追命吧。也好，总比待在这里强。走吧。嗯。哎，鸡毛掸子！对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放下！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快去！怎么样，公子，看上哪个了？喂，你还没给钱呢！哎，你干嘛偷我风筝？我不是偷，我是拿。哎，你拿了不给钱，还不就是偷啊？这个是给紫罗公主的，不管你给谁，你得给我钱吧？你是给紫罗公主的，那不是追命吗？追命，你听没听追命说的话？是紫罗公主，追命，钱吧？喂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喂，给你钱，追命！谢谢啊，追命，追命！喂，你跑什么跑啊？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要把风筝送给紫罗公主。追命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不认识，我只认识紫罗公主。我要把风筝送给紫罗公主。我是铁手啊，我是依依啊，我们是四大名捕，还有冷血跟无情，我们4个人情同兄弟，一起查案啊。哦，不认识，我只认识紫罗公主。我要把风筝送给紫罗公主。他怎么会这样？你真的不记得4大名捕了？我要把风筝送给紫罗公主。你们知道回宫的路吗？你回宫干嘛呀？这儿离京城很远的。有多远？我们带着你走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好吗？我带你回宫。好啊。无情，我们找到追命了。追命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啊！你不是说带我去找紫罗公主吗？好了，你乖，先喝水好吗？哦。追命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在街上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。他现在跟小孩子一样。他一定是被安世耿下了毒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又是安世耿，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安世耿。你去哪儿找安世耿？我去明幽山庄，我一定要找到安世耿。别说我们找不到明幽山庄，就算真的找到了，你单枪匹马冲进去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管是生是死，我都要救追命。我已经失去了暮雪和如烟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。追命变成这样，你以为我不难受吗？还有冷血，他一去不回，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人，不能再有半点差错。追命变成这样，都是安世耿所造成的。我不杀了他，我誓不为人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儿，好好想想办法？想办法？从前你是我们当中最冷静、最清醒的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冲动根本解决不了事情，只会连累更多人。追命现在变成这样，当务之急是先把他治好。铁手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追命给治好，把追命治好，寻找病的根源。对了，温如玉的5毒秘籍里面记载着很多制毒和解毒的方法，我想里面一定有办法可以救追命。太好了，那追命就交给你。追命能够回来，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但是现在林墨和冷血生死未卜，我们还没有线索。先把追命治好，别的事情晚一点再说吧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林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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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墨！你把他怎么了？我只是让他好好的睡一觉。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我给他吃了沉睡丹，
她就像一个睡公主，只会睡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？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，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你应该早就料到。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了你。杀了我，他就永远不会醒来。楚离墨还没有死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如果没有我的解药，他就会永远睡在那儿，一直醒不过来。动手吧。冷血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你说吧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，才把解药给我？那天你选择救楚离墨，你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你抛弃我的时候如此决绝，现在怎么这么无力啊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对你来说，轻而易举就可以办到。说吧。我只要你和我相爱有。你怎么会说出如此不知羞耻的话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恶心吗？恶心？如果救楚离墨是件恶心的事，你大可不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样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我得到我应该得到的。我一直希望能得到你的爱，哪怕是一晚。你不用现在做出决定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林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可以代替你死的话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。可是现在，喂，为什么他看着这个饭不吃啊？这个饭不能吃啊！嘘，不要讲话。母亲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你应该想想办法，怎么样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啊？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还是找不到林墨和冷血，又看追命变成这样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？你别整天拿着这串链子好不好？你把珠链还给我！
你整天拿着这串链子，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现在冷血跟林墨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，追明又变成小孩子一样，你对这一切难道漠不关心吗？我说过要去找恩师哥，是你阻止我不让我去的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啊！你连安世耿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去哪儿找他？如果没有详细计划，只是靠冲动，根本解决不了事情。现在除了找安世耿，还能怎么办？你问他，他问谁呀？他们干嘛吵架？你给我闭嘴，吃你的饭。他好凶啊！嘘，你看追命，他变成这样，不是他想变成这样，是他被人陷害，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解决的方法。而你呢，好端端一个人，没有受伤，没有中毒，却整天半死不活的，你这样值得吗？我有权选择我自己怎么样。你自己想不到办法，别把怨气发在我身上。我发泄？你别忘了，我们4大名捕是怎么分工的。以前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你跟冷血来决定，我会追命配合指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齐心合力，屡破奇案。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？你再看看现在，冷血走了，追命变成小孩子一样，你终日颓废沮丧，单单剩下我一个人撑着大局。我铁手，从来不是什么谋略家。这些事情搁在我身上，我做不来呀。好，这串链子比什么都重要，是吗？你就继续对着他伤心难过吧，随便你，我也不管了。计划事情，决定行动是你的责任。他好凶啊，我好怕。好了，嘘。追命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才不会被关在这个破地方呢。我诅咒你每天被坏人打死，彼此狠狠地抽你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要找你算账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不好好洗衣服，在这偷懒儿！我没偷懒，你看我的手都受伤了。哦，受伤了。不用洗了，跟我来吧。你不是要放我走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让你烧火做饭，以后啊，我就封你为做饭公主。我不会烧火，我也不会做饭。你这个臭丫头，你不会烧火，在这假扮高贵，哪只手不会烧？这只是不是？我求你了，别打我手！哟，还知道求饶啊？来了这几天，你的嘴巴硬得跟鸭子似的，知道求人就好。准备切菜炒菜，油在那儿呢。我做也不行吗？这就是那个炒菜壶啊，这么大壶怎么倒啊？臭丫头，这油很贵的。你洗10桶衣服也抵不过这3滴油，把油给我擦干净，赶快做饭。擦不干净，有你好看的。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饭做好了没有啊？饿死我了！臭丫头，你想逃你？臭丫头，你给我回来！里面好多萝卜，你慢慢吃吧。给我回来！追命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才不会跑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来呢。等我找到你了，
你好看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任性，我得对他好一点。我第一次看到铁手这样对别人发脾气。这是他第一次向我发脾气。铁手为人一向憨直，他刚才会发脾气，是因为看到局面僵着，无法打破僵局。他紧张你，关心大家，他才会这样。所以你不要生他气哦。铁手说的全是对的，错的是我。坦白说，铁手不是一个很聪明、很有计划的人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他实在束手无策，所以他才会生气。我知道，怀念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不是错，但是要有个限度。如果你在意暮雪，在意铁手，在意四大名捕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振作起来。现在四大名捕已经群龙无首，大家都在等着你来主持大局。如果你也事不关己的话，那四大名捕就等于被安世梗彻底的击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局。那四大名捕就等于被安世梗彻底的击破。铁手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对不起的人根本不是我。我实在太自私，没想过当前的局面，一直陷入在自己的思绪当中，才会弄成现在这样。其实暮雪去世之前，曾经劝过我，把过去的事忘记，好好过日子。我以为我真的可以放下这一切，怎知道暮雪死后，到头来我还是一样。没错。你只是从对如烟的思念当中，走进你对暮雪的伤痛之中。其实你根本就没变过。所以你的话让我真正明白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不是故意向你发脾气的。我了解，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无情，我不想看到你沉溺在痛苦之中，我想看到昔日那个无情。斗智斗勇，屡破奇案。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，找到冷血，医治好追命。你能这样想，才是我铁手的好兄弟。你可以原谅我。兄弟之间哪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只要你不再沉浸在痛苦当中，好好为目前的困境想想办法，我们一起制定周详的计划，对付安世梗。我就放心了。我们一同对付安世梗。四大名捕，尽破奇案。想好了吗？是睡还是醒？我要亲眼看着他醒过来。这里有一颗药丸，不过只能让他暂时苏醒。你要遵守诺言，我才会把真正的解药给你。我在房间等你。林墨，林墨，你快醒醒！你看看我，冷大哥，这是哪里啊？我没死啊！好了。
现在没事了。你快离开这里，你不要管我了。傻瓜，我说过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会守护你一辈子。我知道，我怎么劝你都是没用的。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留下来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我什么事情都会答应你。把我的肃杀禅衣穿上吧，这样的话，它就能保护你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你本来就不会武功，如果再没有禅衣护体，那样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说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寒冰谷底的那天，我让你穿上了这肃杀禅衣？我当然记得。当时你失毒入体，还险些丢了性命。那是你第一次吻我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已经认定了，以后跟你是没完没了了。是啊。从寒冰谷底，这禅衣，那一晚，是我们的开始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珍惜我们之间的一切，就当是为了我，把这禅衣给穿上吧。他们要对付的人是你，早晚会对你下毒手的。林墨。冷大哥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，我求你听我的吧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心中，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你答应我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你别担心我，我被迫吃了药，困在这儿，我哪儿也去不了。禅衣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难道你忍心我为了担心你而……冷公子，明幽仙子有请。明幽仙子说：“你不想楚姑娘好的话，尽可不来。”极阳花的药，只能让你醒来一会儿。我一定要想办法，从她身上得到解药。换了新的胭脂水粉，好看吗？好不好看不重要，我是来拿解药的。解药？今夜是你我一生中最亲近、最温柔的日子。你别忘了你我的约定。难道你想楚离墨一直沉睡不醒吗？我就是想知道，你是真愿意
还是假愿意？是真是假有那么重要吗？有人只喜欢听甜言蜜语，即使是虚情假意的谎言，也会死心塌地的相信。没错，所以我们都在自欺欺人。我们应该不择手段，达到目的。你就是喜欢这样吗？从他身上得到解药，喜欢吗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得到了，却不能动情？你为什么不能动情？没想到，我连被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服了虚我心邪，只要让我不能动情，也只有这样，我的心才不会痛。你居然服了虚我心邪！没有虚我心邪，我早就死了。可是你现在让我看到你，却是生不如死。你在耻笑我？我没有在耻笑你，我只是在同情你。你现在被安世耿害得不人不鬼，却还在死心塌地的投奔他。你这样值得吗？那我告诉你吧，我留在安王爷身边，都是你和楚离墨一手造成的。是你不甘心输了这段感情。对，我是不甘心，所以我苟活在世上，我就是想亲眼看到你和楚离墨会有什么样的下场。难道没有感情就要像野兽一样的生活吗？姬瑶华，你为之前的感情付出了太多，现在只要你离开安世耿，过原本属于你自己的生活。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路，现在是回不了头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安世耿他不仅在利用你，他还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你想离间我和王爷的关系，也不用编出这样无聊的谎言。这个是在案发现场，无情从你爹手中拿的。你爹上吊的那天，姬大人，姬大人，
们搜查过京城所有绸缎庄，都没有找到这种布料。这也是你爹死后留下唯一的线索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当吴京找到这个布料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怀疑你变节。再见到你已经对安世耿言听计从，不管对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我不相信，杀我爹的人绝对不会是王爷。冷血，不要以为一块破布就能离间我和王爷。小花，你快醒醒吧！你曾经也是一个捕快，你应该知道“铁证如山”这4个字吧？只要你可以找到这个布料的主人，你就可以确定安世耿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。